儿童营养不良、发育迟缓、消瘦、超重和体重不足。这些指标告诉我们什么？发育迟缓、消瘦、超重和体重不足指标用于衡量营养失衡，这种不平衡导致营养不足。根据发育迟缓、消瘦和体重不足评估或超重儿童成长被国际公认为人口营养状况和健康的重要指标。低年龄别身高发育迟缓儿童的百分比反映了自出生以来甚至出生前营养不足和感染的累积影响。因此，该措施可以解释为环境条件恶劣或儿童生长潜力长期受限的迹象。年龄别体重偏低体重不足的儿童百分比可以反映消瘦及身高别体重偏低，表明体重急剧下降或发育迟缓，或两者兼而有之。因此，减持是一个可能难以解释的综合指标。5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消瘦和超重被列为全球营养监测框架核心指标级的主要结果指标，以监测实现全球营养目标1、4和6的进展情况。这3个指标也包括在世卫组织的全球100项核心健康指标参考清单。这些指标是如何定义的？这些指标定义如下：发育迟缓年龄别身高-2世界卫生组织儿童生长标准中位数的 SD， 消瘦身高别体重-2世界卫生组织儿童生长标准中位数的 SD， 超重 WHO 儿童生长标准中位数的身高比体重+2 SD，体重过轻年龄别体重-2世界卫生组织儿童生长标准中位数的标准差 SD。 后果和影响是什么？发育迟缓由于饮食不良或反复感染而导致生长迟缓的儿童往往面临更大的疾病和死亡风险。发育迟缓是长期缺乏营养的结果，通常会导致智力发育迟缓、学习成绩差和智力下降。反过来，这会影响国家层面的经济生产力。由于骨盆较小、身材矮小的女性发生产科并发症的风险更大。此外，身材矮小的女性生下低出生体重婴儿的风险更大，这导致了营养不良的代际循环。因为低出生体重或宫内发育迟缓的婴儿在成年后往往更小。消瘦儿童消瘦是急性营养不良的症状，通常是由于食物摄入不足或传染病高发，尤其是腹泻。反过来，消瘦会损害免疫系统的功能，并可能导致传染病的严重程度、持续时间和易感性增加，并增加死亡风险。超重儿童肥胖与成年期肥胖的可能性较高有关，这可能导致多种残疾和疾病，例如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肥胖导致的大多数非传染性疾病 NCD 的风险部分取决于发病年龄和肥胖持续时间。肥胖的儿童和青少年可能会遭受短期和长期的健康后果，最严重的是心血管疾病，主要是心脏病和中风；糖尿病、肌肉骨骼疾病，尤其是骨关节炎；子宫内膜癌、乳腺癌和结肠癌。体重过轻，体重很容易测量，因此这是过去收集的大多数数据的指标。即使是轻度体重不足的儿童，死亡风险也会增加，而体重严重不足的儿童的风险更大。谢谢观赏。